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嘅 channel。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韓劇女演員個妝，點解望落去個妝感好輕 ，4K 鏡頭下 zoom 到咁近去望，點解唔厚又可以做到無瑕？拍攝時間長到10幾個鐘，又要不停走景轉燈光，但係又唔可以不停補妝，點解個妝可以咁持久？今日條片就會講解下呢一種妝嘅技巧同做法。我哋開始啦！喺呢一刻，我已經搽好咗 skincare 啦，護膚品搽得夠唔夠？可以咁樣印下塊面，睇下有冇呢一種嘅濕潤度，好似咁樣有少少黏住就啱啱好，因為帶妝嘅時間實在好長，唔係好似做訪問簡單拍攝就走得，所以一定要確保個底妝係有足夠嘅保濕力去支撐到一整日。呢個時候我哋可以噴1至2層嘅保濕噴霧，再用粉撲印貼。呢一支保濕噴霧會帶少少黏度，形成一層好似密封嘅薄膜，減低一陣上妝時候嘅摩擦同埋乾燥問題。上 primer 係修飾膚色問題，好似膚色不均，睇落去比較暗泛紅，皮膚望落去唔夠通透，一律都要用 primer 去處理。我全面用米色去做提亮，嘴角嘅暗沉就用紫色去修飾，要成個皮膚底色調節到差唔多，我哋先至可以上粉底。要打造超持久零粉感嘅底妝秘訣，其實唔係口搽粉底，而係肌膚紋理嘅處理。粉底可以揀半啞光質地，睇落去唔可以好乾，又唔可以好油。當然最罩忌就係口粉，所以少量多次疊加，喺中間順住皮膚嘅紋理掃開，用呢一種比較扁身嘅掃，做出嚟嘅效果係透薄一啲，用油力就唔會一笪厚咗。掃完面中再掃眼底，掃上面嘅粉底已經冇乜剩，咁就唔會加厚咗眼底嘅粉底。最後先至處理邊邊嘅位置，用粉撲主要係處理邊緣嘅位，唔會俾頭髮黐住。而面中因為已經夠薄啊，粉撲都可以唔需要，因為妝感已經好自然。咁樣做嘅底妝一定係貼服冇卡粉，所以點解韓劇女主角嘅大頭鏡頭下皮膚會好似呼吸緊嘅感覺？遮瑕呢一步少量多次去處理，薄薄上咗一層遮瑕喺成個眼底，再重點去修飾，成個黑眼圈就唔會過厚，之後都唔會咁容易起紋。然後喺 T 字位做1次嘅定妝先，畫眉之前做咗1次嘅眉部定妝先，因為鏡頭最容易影到眉毛位置出油，眉妝一反光就會有缺口，好似穿窿。用眉粉勾畫咗眉形嘅輪廓先，之後先再用眉筆去處理空隙位。不論眉筆同眉粉，我哋都盡量避開眉毛濃密嘅地方，只需要修飾空位。如果唔係，嗰個位就會變咗淡灰色，冇咗嗰種女性嘅柔美。如果調翻轉用咗眉筆先，就會好似蠟筆咁，過多陣又會變色，同埋出現一嚿嚿嘅色塊。現場嘅拍攝因為會有喐動啦，而我哋嘅頭髮都會好容易同皮膚有摩擦，所以微微嘅位置要處理得比較仔細，妝感先至保持完整。好多人習慣會先上晒眼影，畫埋眼線，再夾睫毛，眼線就會好容易夾到甩咗，黐晒喺隻夾上面，又要再補過。次序上面可以先夾睫毛，再上眼妝，避免呢一個嘅情況出現。另外，如果眼部係比較容易出油，呢一個嘅秘訣，我哋可以先做咗眼部嘅定妝先，抹走原本眼蓋上面嘅油分，再掃一層控油嘅粉餅，然後先至再夾睫毛。呢一個嘅方法就係點解韓劇女主角嘅眼妝可以一整日都可以維持到咁完整。想要韓劇女主角眼妝嗰種嘅無辜感，眼線就要避免用黑色，可以將黑色同啡色混合，又或者直接用深啡色去做內眼線，嗰種溫柔同深邃感一定要避開一條死實嘅眼線。我哋可以攞支細嘅掃加少少眼線去填補翻睫毛同睫毛中間嘅嗰層空隙，做出一個好似眼影咁嘅自然陰影漸層。喺眼尾位用眼線筆連接同自然拉長，咁樣嘅眼線就唔會有攻擊性。眼影我哋就要揀霧面嘅陰影色，再喺眼窩掃帶有珠光嘅米色，咁樣嘅眼妝就唔會好沉悶，同時又帶翻啲清爽嘅感覺。眼底我哋就要抹走一啲嘅油分，等佢唔好咁容易溶妝出紋。一樣做翻定妝，眼影要避開太亮嘅顏色會顯眼腫，太暗又會顯得殘，所以我將呢兩個色混合成為一個自然嘅珊瑚色，令到眼妝睇落去活潑啲。然後我會喺眼角呢個位加翻陰影，令成個輪廓會更加精緻。攞呢個色用點印嘅方法自然加深睫毛根。睫毛方面就要揀觸感型嘅，因為韓劇女演員嘅睫毛最罩忌就係厚重感，但係就要間住嚟黐，望落去先至清爽。貼嘅位置就係睫毛根嘅底部。搽睫毛液嘅時候都要注意，
只係搽喺根部，千祈唔好搽到去尖端位。如果唔係，好容易變成一嚿嚿，望落去會好亂。搽喺根部係令真同假嘅睫毛自然融合，而下睫毛搽完之後，我哋攞支夾唔係將佢變粗，反而係將多餘嘅睫毛液帶走，咁樣先至可以令到眼妝睇起上嚟更加通透乾淨。再用熱嘅木棒將啲睫毛微微向上翹，攞一支乾淨嘅掃，將眼影嘅邊界再掃柔和同埋乾淨啲。最後就係睇整體嘅深淺夠唔夠，如果覺得可以再加多少少，我哋就喺呢個時候再調節。面上嘅陰影可以揀帶灰啡色嘅，將鼻嘅山根變翻立體，縮細鼻翼；而面上嘅修容就係少量多次去上顴骨呢一個位，就用支細嘅掃印上去，往後掃開，精準咁樣去修飾顴骨位。喺定妝之前，我哋將面部所有嘅瑕疵都要修飾。韓劇女主角嘅特寫下，皮膚睇落去好平滑無瑕，就係要左右兩邊連啲膚色不均嘅小細位都要遮好，先再定妝。因為底妝一定帶有粉感，所以攞一個帶細緻珠光嘅產品，為咗就要令到皮膚有翻韓劇嗰種嘅自然光澤，但係又唔會顯得油光滿面。唇妝先用唇筆勾畫唇形同固定唇嘅邊緣，揀支持久嘅唇膏，只係搽喺中間位置，再攞張紙巾印走多餘嘅油分，就算飲水長時間拍攝，隻色都自然留喺嘴唇上面，成個妝就完成啦。今日教大家嘅其實唔只係一個韓劇女演員妝，而係一套專業拍攝嘅化妝思路，無論底妝、眼妝定係定妝技巧，都可以靈活用喺唔同嘅妝容上面，又或者長時間帶妝嘅場合都一樣用到。今日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中意影片嘅內容，可以俾個 like 我，留言訂閱我嘅 channel，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有其他嘅教學短片。我哋下次見，拜拜。